后来疫情回稳，台湾大解封，各大产业开始拼经济，尤其是饭店，因为安心旅游，每一房是补助1000。若是讲台北来住饭店，原价1888块，扣掉补助的1000块，安尼住一暝只要888块。讲有真侪人打电话来问要住文房间，若旅游专家嘛推荐着上下好的佚佗法，就是2个人到外岛去游览。因为外岛每一个人是补助2000块，若是住3天，等于直接甲飞轮机票的钱拢赚回来。海底的表演是花莲海游公园的特色，解封了后，就足侪人去看。顶礼拜6和拜日都有6000人左右，疫情较无遐严重啊，大家拢想要出去耍。台东、花莲、垦丁拢真热门，度假的饭店一房难求。另外一方面，台北的饭店搭配国内旅游的方案，房价有优惠。7月1号开始，我们就会涨到大概1888，那也是一样可以配合这个国旅补助，或是配合3倍券的部分，折扣下来之后，双人的一泊一食基本上不用1000块。基本的房型搭配早顿888块就有啊，预算若是无悬，会当考虑看卖咧。旅游专家嘛推荐，会当去外岛耍。机正咧就是配合机票，2个人6000块，外岛每人补助2000块，住3暝。啊，你就是讲机票的钱拢赚回来。有一个蛮好的，就是说，今年连小琉球也算在离岛的补助。旅游专家对安平码头坐游轮，享受出海的趣味。伊讲搭配3倍券，算算啊，愈会好。肉粽坐廉价代替的车票，足侪人抢要买，你就当看得出来讲有偌想要出去耍。不管是想要去花莲踅东大门的夜市啊，还是讲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，7月中嘛要开始啊。虽然讲还未当出国，但是台湾还阁有足侪会当耍的好所在。